曾焯文博士。主席，各位同胞，小弟曾焯文，春秋嘅大廚易牙就煮咗個仔俾齊桓公食，博升官。咁嘅而家香港嘅教育局咧，同埋教科書商，仲有學校，就形成呢個利益鏈，夾埋用 BCA 炮製啲學童自肥。BCA 咪即係 TSA 翻版 ，TSA 要記學生嘅編碼，可能有政治目的。書商各級嘅教材都貴絕亞洲，成日改版，謀取暴利。教育局用大批嘅金錢利誘啲學校考 BCA、TSA， 譬如嗰個咩嘉諾撒聖家學校校長話學校收咗政府2800萬要識都。TSA 有幾難呢？立法會嘅議員田北辰曾經做過 TSA 數學科，結果23條錯足12條。畢永琴指出，教育局一直要堅持 TSA 記名，旨在咪即係幫共產黨記錄學童嗰啲智能方便監控。事關呢，智能高嘅人呢就好難洗腦做順民嘅，但係咁樣做都經已違反咗私隱條例喎。檢討 TSA 委員會成員莫慕貞教授，仲有披薩呢個香港嘅何瑞珠教授，都係因為教育局拒絕不記名考試，憤而辭職。TSA 又可以鏈住學校嘅喉嚨，令佢哋聽話。TSA 係客觀嘅數據，學校都驚教育局用嚟做殺校或者減資助嘅根據，於是乎呢就狂操啲學生，操造啲學生吽吽鬥鬥，毫無創意，金中奴才啊！解決嘅方法就係永久廢除呢個 BCA、TSA， 教育局委任教育專家編呢個教科書，防止書商謀取暴利，容許部分嘅學生嘅兒童自家教育，即係 homeschooling。自家教育喺英國流行咗好多年㗎啦，我就訪問過香港啲自家教育嘅家長，得知原來呢個自家教育呢並不需要家長學歷好高嘅，只需要好學，即係家長本身想學嘢，同埋有心教仔女。此外，應該學呢個芬蘭，利用啲大自然環境教學，比如話香港咁多郊野公園嚟到教學，裨益啲學童嘅身心靈。咁如果教育局一意孤行，要實行呢個繼續實行 BCA、TSA 呢，啲好多家長都講咗啦，就係要罷考，唔可以俾佢呢個奸計得逞嘅。好多謝各位香港同胞，多謝主席。